我拍一张25年研究由音乐、舞蹈、戏剧、音乐按多位两位，18场演出，14场互动工作坊，还有装置艺术联展，也按多项嘅艺术节。喺官方来判，同样多100多万甚至1000多万嘅经费哦。不过一群讨厌嘅后生嘅靠自家做到位。认真感觉讲看唔到讨厌嘅语文发力，讨厌嘅语文人士睇自家家乡冇嘛发挥嘅空间。故所以呢，睇面书行成立白讨厌语文呈现，短短1礼拜都有403人加入，透过分享讨论串联起来，伊能想做嘅事情越来越多，能量也越来越大。里面家庭自家来办一场属于讨厌嘅艺术节，如按到非讨看艺术节，靠民间自家收钱，热心志工来听书，甚至连创作人都唔拿钱来演出做展览。认真伊能有共用嘅理念，想要归路卡，想要讨厌冇共用。你知道谁天下第一吗？我知道，我知道。好，跟我来。好，跟你来。跟我来。您知道谁是天下第一吗？跟我来，我知道。各路英雄其中的老街，我今天下提子，气氛集中，可以来从因为就这场大战容啊。我们就把所有人的这个的强项都集合起来，他们的本事都拿出来，对，然后在街区上面做一个battle 的一个形式的一个展现，来争天下第一。发红面谱为咗北京一个冉冉，打扮到东江街肚皮肤成为个老街街大家个头，独有故事当地嘅发生。涮羊肉、涮羊肉、烤羊肉、涮羊肉、清蒸羊肉、五香羊肉、泡羊肉、穿三样、烤三样、烩银丝、烩水蛋、油白炸碎三鲜鱼翅、栗子鸡、香蒜活鲤鱼、板鸭、筒子鸡。它可以各个在分散在各个点，然后观众就是以一个不知道这里会有事情发生的状况，就发现突然就发生在那个地方，想要知道这种效果。用宽景拍出嘅方式融入街路风景，每条路街都系舞台。第一次在那个桃园街上可以看到京剧的表演，我觉得还蛮新鲜的。那我觉得他们年轻人很有理想，很愿意跟我们做在地的艺术的分享，我觉得这很好。桃园很欠缺对古迹的保存也好，或是对传统文化的一个怀念，一个唤起我们的记忆的一个方式啦。警方会介展出带领观众来体验老街其中间艺术嘅魅力。因为我们这些艺术，慢慢的在这个空间走。你可以把你的气球举低低的，或是高高的。那我们这次要非常快速的变到最高，1、2、3。哇，超高的，继续往前走吧。带领群众向下岗嘅表演，解决个退表童年回忆，每做的老基上做系彩色蜡笔，也系钞票符号。觉得你的手是蜡笔哦，你要怎么用你的手跟气球画出旁边的建筑物，或是你旁边那个人的形状呢？当全部的要参与的群众都拿着这个气球，我们就很清楚我们定位在这个街区上了。除了用视觉，你用身体也去感受这个空间。一下的看，一下紧踏，听听节奏，跳起舞来。这里可以尽情的玩，而且它还没有限制我们一定要跳什么，可以尽情的跳自己的舞，然后都不用犹豫说别人怎么看你。中英系当当来参加，每中英是系第2个本季下到，观众同时咪系表演嘅艺术眼泪出系按身份。如果这个作品有了桃园的民众参与，然后又是在这样子的桃园街区，其实桃园它本身的精神元素已经存在了。那我们只需要带着我们在台北或是在外地所得到的那些舞蹈或是身体给我们的经验，然后跟那份热情回来，其实这个作品就已经达到它最好的效果了。突然橋上起嘅市面路街是當鬧嘢，未當嘢冇辦法站嚟。街期兩層已經為自區後生嘅路來變到冇強弱。
去年啊，我让爱朋友上讲讨论以前对该文化还有艺术还有东西莫还有重视，所以讲让爱朋友是想讲，做得用一个办法来串联台这个。随着刘顺然的面书红发起投展日本呈现，短这礼拜出驻400人3家人，记得开始办分享会、论坛，艺术家创作人大家共下讨论投展的日本困境和未来。之前有发现，就是桃园的这个文化人均值，就是等于说平均一个人他在文化的预算里面大概是550块，就是你可能看一场电影就没有了。然后我们好像是排全国的倒数第4名。可是我们在台北的隔壁，好像我们的差距好像蛮远的。想要来回家演戏，其实很少有机会；想要回家来布个展，也很少有机会。那我们大家其实心里面都是怀抱着一股很渴望回家乡，把我们心里面的艺术分享给自己家乡的人们知道的心情。我自己是写戏剧的，以前在台北读书，从到讨论深投入的时间，开始感觉到讨论某永远文化资源，所以讲要把艺术节是。只是讲串联到动斗艺术家在想回家这件事情。回桃园为什么要回桃园？因为都被台北或者是台中吸引走了，那他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那就为什么我想要参加这种活动，就是很希望大家都可以回到桃园来。没想到梁能量进来进台，对名路都显示世界。记得全年的是民主表展团队30届艺术工作者，劳够2位主管，决定为排一场2年25日算是投燃起家的艺术节。不要靠政府补助，全靠那个民间自己发起的那个力量不一样。大家都会觉得这才是自己的事情，而且在桃园表演，你会有一种那种就是叫熟悉感，那种熟悉感是别人不会有的，那种熟悉感，你其实内心就会感动，你就会想要跟着他们一起做。艺术家还提出为系投展意，如新民路街、文创公园做主要表演，老展览嘅重塑。小朋友可以来玩这个。做八股老小吃嘅展览，就参与摆出各种奇奇怪怪嘅容额，台艺设置搞得动听，还拿出手机来翕相。那刚刚其实看到很多小朋友一开始是害怕的，不敢接近，就觉得怎么这样子，可是后来发现可以玩，然后他就玩得很高兴啊。協托係用角色扮演嘅方式結合討論，使大家共下來認識老街。清代初期的時候，商周人祖先來到這裡，需要一個聚集人心、處理事務的地方，因此造就了景福宮的誕生。這樣，它的臨場感啊，什麼都比較記憶會深刻啊，對小朋友才會說，原來當時是這個環境，這樣的環境啊。這樣的情境，這樣。因為新民街，我小時候的認知是很熱鬧，很熱鬧對我來講就是買東西，對。然後你說看這些建築物不太可能，因為像是說楊氏家廟，我們走過去就走過去了，因為它沒有賣東西啊。街區一隻個頭出走的係一隻展場，一種錄像片，看得出透過嘅繁華鬧熱，是係團隊在龍內街下，主要才體驗唔係按方樣。其實一開始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我們因為都還沒有所謂實際的佈置，所以呢，街區民眾他對於我們的來訪其實是有稍微帶有一點點的排斥跟拒絕。那我們旁邊的茶行啊，我們也是跟老闆娘開始慢慢的有所接觸之後，他就覺得我們的作品很好看，所以呢，他就答應了讓我們可以把我們的老照片放在他們的牆面上面，讓大家欣賞。有的人是贊成，那有的人是覺得不需要啊，為什麼要來這邊吵我們？年輕人喜歡做，那他們就需要一個舞台，需要有個地方他們去發揮。那我覺得我自己在地人可以幫他們的話，那就是幫忙他們。在桃園整個大環境本來就很難了，那我們現在是縮小變成一條街開始，那我們就會譬如說借空間啊，然後有任何資源啊，我們都會把它提供給他們。像有住在附近的鄰居。過來看一看之後，跟我們說我前幾個月都不知道你們在做什麼，現在終於知道了，還捐錢給我們。了解咗民間發起嘅藝術節，全冇政府嘅資金來提數，藝術名路冇出了會展出會掉掉。不過團隊冇想到嘅係，當沿途幾條理念嘅創作者，根本唔係想拿嚟到幾多錢。因為我們也不確定說會有多少人報名，或者是
我们可以募到多少经费来做这件事情。然后，所以我们在网络上那个招募的时候，里面就会有选项让那个创作人勾。没想到大家都勾什么没有钱也要做，想说为什么没有钱你们也要跟着我们做呢？因为我们把这整件事情看成是在台湾文化环境的一个群体，而不只是针对于桃园。当然，这是从桃园开始，也因为我们是桃园的团体，对，所以理所应当的就应该要请缨出战。本来是想说是不是因为桃园升格才会有这些表演，后来知道好像不是嘛。然后他们现在也有在募款嘛，对啊，所以这个其实我刚好问我，我觉得这种应该是要多支持啊，把就是青年回乡的那种很实际的去落实。对啊，虽然他们说没有经费，但他们靠着自己的热忱跟自己的努力，然后把活动办起来，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事情。戏曲、舞蹈、描章、插画、装置艺术也都高质量的概念，用传统的信仰动起来两场艺术节，同时大帮创作来表达对故乡的关怀。在1913年以前啊，桃园的埤塘曾经多达1万多口，可是因为随着这个开发的关系，所以就是越来越少，现在大概剩下几千口的那个埤塘而已。贵鹅、农历鹅、五鹅丰富的埤塘生态。这只动作同期嘅作品係結合了小朋友天天嘅想象共同創作嘅，第先前盤嘅工作風度，小朋友用音樂演出嚟埤塘度嘅生活，高中藝術家留佢做題內，表現一件一件嘅藝術品。所以你可以看到有水怪啊，还是什么大嘴鱼，还有鳄鱼这一类的东西。但是它其实就在反映说，其实埤塘这样一个水的环境，它是可以带来就是生态的多样性。那你可以看到后面它有一些高楼大厦的部分，其实它有点在反映说，桃园为了开发，所以它不断的把这个埤塘填掉，然后盖房子。那它其实牺牲掉很多的生态环境。相夫妇人嘅感恩漏水重造，用18代手工化嘅水滴，表達出天空漏水，突然就會暗入讓粉，顯露出新生命。桃園好像很常下雨，是一個很潮濕的地方，但是就是因為這樣的雨水，讓我們這個桃園這個地方可以發展出很多的生活生命。因為桃園是一個不容易蓄水的地方，所以說水流得很快。假設雨水跟水菌，然后埤塘大家都很不去重视的话，那这一块就是农作物的消失是会很快的。老夫嘅副後輩本單生草大怒，歸草後出係中級3片種植藝術嘅展示空間。借由這個剖面，就是這個牆的剖面來開始，然後我們提出了一個家的概念。那我們希望就是借由這個家的想法，把其他2組的設計也納入在我們的裡頭，拉到一個比較大的層級去談說，其實整個桃園都是我們家這件事情。專為為莫自己冇人改，當到創作出嚟，其實未係容易每個出嚟，留記受到咗內容，也係冇理解。自家嘅藝術節自家辦，雖然辛苦，不過創作項未肯定唔會受到限制。挑住嘅回頭看藝術節，當困難，當本土，當好膽，只是民間力量成功擴展，團取動人嘅希望，難擺當年就會繼續辦下去。或者是呢，我们可以联合周边桃园的很多个大学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目标。那从文化开始，一路的到教育，我相信这个东西一脉相传下去，它会变成一个很大的能量。日本给一个发挥的天地，他们就可以给你很多很多不同的想象。所以讲，希望讲用那几个的力量啦，实讲去找到更多地方，然后我们去多多做创作。让桃园以后能够变得更加精彩。用藝術轉家鄉，桃園彩體做主要方向，傳遞起桃園嘅藝文意識。還能希望藝術節結束過後，讓能量捍衛技術狀態，甚至對全層面來推動，為桃園嘅藝術家做啲家鄉來創作、來分享、來豐富桃園嘅藝文內涵。希望桃園為住冇向弱，還能兩場藝術見面，就會開始。